得审。所以呢，如果各位学长姐、各位前贤，您是一位只把自身修得很好，但是却不容易来度化众生的人，可能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脚步，可以呢朝着度化众生多用一点点的力。那后学觉得，四姐啊是一个还蛮能去请教的人，因为四姐可能脸皮也很厚，她怎么跟后学说？昨天我们在读经班结束回家泡茶，四姐就跟后学说。啊，就甲讲啊，啊，就甲问啊，啊，伊若唔买，啊，就准拄煞啊。对啊，可是我们怎样？我们都会怎样？脸皮薄，然后就会怕拍谁，一次被拒绝，2次被拒绝，3次被拒绝，就嘴巴闭住了。对，所以后学很钦佩四姐啊。我们玉慧学姐也是，不晓得玉慧学姐有没有在线上？玉慧学姐也是一位后学蛮敬佩的人，因为他就是那一种想要做就马上可以做，而且可以做得很棒的事。我们上次那个在修缮我们的那个64代祖师的那个像就知道了。原本啊，我们玉慧一个人布施，后来他把他所有的亲朋好友，上上下下加起来，至少后学觉得应该50个超过。虽然他去跟人家化缘布施的费用，后学还看到100的，也或许有更少的，可是后学觉得那是什么？那是玉慧很有为的这一点心。同样哦，这些人都还没求到，让他怎样？让他先结佛缘，对，先结佛缘，改天就会有机会走进道场。对，所以啊，后学觉得这个是很棒的。那老师也说啊，怎样？只办道不修道，难成道。为什么？因为啊，大家都知道哈，很会渡人啊，很会比如很会渡人，然后又很会讲师讲课又讲得很好，然后外援又很好，经济状况又很好，家庭又幸福美满，什么都很好的人，对呀，怎样？就是我们讲的，在顺境里面修行的人，就怎样？就好像比较没有阻碍。那这种人呢，不是全部，是大部分。这种人呢，他就会自我意识比较强。那自我意识比较强呢，就会比较主观。比较主观呢，如果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就会怎样？就容易生气，就比较容易，脾气就上来了。所以呀，这个也是啊，让我们自己自我警惕。其实我们走在修办这一条路，其实说真的，应该不管伙食团的学长姐也好，我们的前贤大德也好，其实我们走在修办道这条路真的很久了。我们的修道就像我们的左脚，我们的办道就像我们的右脚，我们一定要左脚一步，右脚一步，左脚一步，右脚一步，这样修办道才会有成就，才会舒舒服服的。那如果啊，像后学也常常警惕自己，因为后学是一个，讲话很直接，然后也不太掩饰的人，所以呢，有时候看到什么就说什么。以前后学记得是怡珍学姐吧？怡珍学姐每次讲课常常调侃后学，都会说：“哦，现在的慧境跟以前差很多哦。以前那个慧境看起来就是很凶，现在这个慧境看起来就比较好相处。”对，那后学也跟怡珍学姐讨论过，怡珍学姐跟后学说，以前的后学十几岁的时候的后学，自认为能力不错，长得也挺标致的，所以呢，可能有点看高吧，所以有时候啊，对我们，对于我们那个学界的伙伴还是营队的伙伴啊，就会要求比较多，所以搞得有时候会有人刻意跟后学保持距离，就
不太靠近后学，或要跟后学讲话，会由这个人透过别人再来跟后学讲。其实真的，因为怡珍学姐大后学一点点而已，那因为也因为我们都是大概同年纪，所以她只要跟后学讲，后学真的有察觉到，慢慢改。那一样哦，我们走在修办这一条路，我们要好好的警惕自己，因为今天我们修的是菩萨行，我们修的是菩萨行哦，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警惕自己，我们是不是让人家不容易靠近？我们是不是讲话让人家觉得害怕？对，那这是后学觉得我们在白羊起修行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那我们要来讲讲我们的，我们博洋学长刚刚讲的，我们和老前人，对，我们和老前人，他为了我们的道哦，他为了我们的道有五大牺牲。那后学啊，把我们修行啊分成，我们白羊修道士后学把它分成3种人。那大家来听听啦，好啊，如果万一讲的就是大家觉得心里不舒服，不要责怪后学，后学就是因为后学就是有这个残缺，所以后学就把它提出来讲。后学把它分成3大类，第一大就是人间菩萨行。那这人间菩萨行呢，就像我们的前人辈们，我们的前人辈们，他们不度尽天下众生誓不成佛。我们看看我们和老前人的5大牺牲，哪5大牺牲？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他为了财产，他牺牲财产，尽尽为大义；他牺牲他的名誉难堪为大仁；他牺牲他的家族情爱为大慈；牺牲性命不顾为大勇；牺牲功果不计为大智。这一切的一切，只为了我们一贯道的弟子。我们来想想，他跟我们什么关系？我们自己的父母亲有没有办法为我们牺牲这么多？但是我们想回来，他到底是我们的谁？他可以为我们牺牲这么多？对，这个是我们要去内省的。还有我们的有点禅师后学，其实后学很荣幸因为后学的家跟有点禅师的家住得很近。那有点禅师有空也常常会来后学家泡茶。那其实后学很小就认识有点禅师。那其实跟有点禅师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感觉非常舒服，因为后学觉得有点禅师就是一个没出息的长辈，而且非常好沟通。那有几次后学有幸跟点禅师一起出门。那如果我们一起开车出门的时候，如果有刚好看到人家那个市集在拍卖还是有人在排队排得很长很长，为了那个演唱会在抢门票的时候，我们有点禅师都会很感叹的说：这的人哪拢来修办道，不知道要有多好。这的人哪拢来教咱修办道，不知道要多好。我们想想我们众生为了眼睛好看的、耳朵好听的，可以花钱花时间，然后顶着大太阳排队买票，大汗淋漓那个衣服都湿哒哒的可是呢，点禅师说了若来佛堂学习听课，怎样？还有冷气通吹，还有素食的椅通坐，上重要是可以当成身做佛。但是怎样？但是大家却意志阑珊都只很短利看到眼前的而已看不到后面的我们想想看，我们这些前辈者，他们为的都不是自己我们想想看，在那些排队买那个演唱会门票的人，跟有点禅师认不认识？不认识可是有点禅师也发了一个善念给他们希望恁拢教阮来修办道这个善念发出去，他们能不能收得到？可以可以生生世世总有一个时间去给咱点禅师等到。
对哦，真的可以哦。第二，后学要来分享第二，这个第二就是后学把它列为天兵天将型，就是随缘随分不强求，随缘随分不强求，大家应该看得懂意思吧？好，就是安呢不强求。好，那我们想想看，如果今天我们秉持着随缘度人好了，我们今天度人是随缘随分不强求，众生能不能度得成？度不成啊！今天四姐呀，要没有打电话给他那个国中同学说啊，行来，我带你来一个好所在，我介绍一寡善良的人，让你熟悉。因迄同学一开始跟底下嘀嘀嘟嘟，后来四姐一台车开着，就到他们家门口去接他。对呀，所以我们修办道啊，不可以这样散散的随缘随分不强求，因为刚刚我们讲了，菩萨是怎样？菩萨是很有为的在度化众生哦。讲到这个啊，后学再讲一下，这是后学自己的感受啊，就是后学要讲后学的一样，是那个同学人，当初啊，崇辉硕班毕业之后，找工作，然后就在大学教书嘛。那他还没进去教书的时候啊，他心里啊就心心念念的想着，我不管到哪一个学校教书，我一定要在那个学校办伙食团。那当初那个远东科大联络他说想聘他过去那边教书的时候，他就说哦也好，因为远东科大在新市，离家里也很近，离我们的佛堂离孙云山也很近，所以呢他就回复了学校说可以呢，下学期可以进去教书。那时候崇辉他就开始在找房子哦。那他找房子的一个点只有一个点，房子好坏没关系，只有一个点，这个点就是要离学校很近，因为他说如果伙食团离学校很近，就容易接引学生，好，就容易接引学生进伙食团。然后他还说最好是那个走路就可以到的。那当然哦，没有这么顺遂的。起初呢，在找房子的时候，一直没有合适的地点。然后呢，崇辉就跟后学的爸爸妈妈啊，就在那个我们家楼上的佛堂叩慈悲头。对啊，然后叩完慈悲头，过了1-2天，就有一次啊，他跟迪山学姐啊，就骑着摩托车又去绕，要出去找房子的时候，他们就看到一张这么小张哦，真的很小张，小张的那个小红单，写着吉屋出售，结果呢就被崇辉跟迪山看到了。那接下来当然哦，他们就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了。对，那房子买下来就对啊，就开始就一路崇辉就进学校教书，然后就度学校的学生进入伙食团帮办。那这几年呢，我们大家都叫得出名字的，比如像我们的思学长啊，还有很多啦，那个小杰啊，还有嘉伟啊，有很多啊，焕敏啊，品吉啊，现在有很多的学长姐都是我们远东伙食团出来的。那我们远东伙食团也曾经有一度非常的辉煌，然后崇辉呢也一路官运很顺遂，然后呢就从什么助理教授啊，然后就升了副教授，副教授就接了那个教授。那这时候啊，大家都知道顺遂的路上好不好修行。后来呀，校长啊看了崇辉表现不错，每次带学生出去比赛都得名，又请了他接了系主任。那接了系主任的他，因为有许多的行政工作，所以那时候他的假日常常不能休息。大家知道嘛，我们佛堂几乎是每一个6日或每一个礼拜天一定都会有班会，可是因为他们学校啊，因为面临少子化的问题，所以除了学校的行政工作，还要
协助学校招生。那他也因为这样哦，他选择了离开学校这个舒适圈，他自己出来种菜，哦。那大家知道吗？他那时候每年的年薪大概有200多万。为什么后学知道？因为他的税是后学帮忙报的。那当然哦，他舍弃这么样的高薪，家人会同意吗？一定不会啊！爸爸妈妈后学一直在劝他不要啦，你就继续教书啊，已经都升到系主任了，继续教书啊，一直说服他。然后后学印象很深刻是有一次啊，在我们家的客厅，然后后学的爸爸就跟崇辉说：“哎呦，办伙食团，都互迄个学生啊来接就好啊，唔免什么拢家己来啦。你一个人要做遮侪工课，你哪会使？你也要学界啊，要传统道场啊，要神元山，你是有几个分身呐？啊，迄神元山假日的课，哪会使开会唔免，就是开会唔免大家拢去，那有人会当心当红心当，啊，你就打接系主任较无用。可是大家知道吗？后学在听爸爸跟崇辉这一段对话，崇辉这时候很恭敬的哦，因为崇辉对爸爸妈妈就是很有礼貌，他就很恭敬的回了后学爸爸一句话，他说：“爸爸，我就是你嘴巴讲的那个别人。”大家可以意会吗？我们都想说啊，反正有人会做，反正有人会做啊，别人就会去完成，别人就会怎样。那这时候崇辉啊，他跟后学爸爸说：“爸爸，我就是你口中那个别人。”那后学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啊，说真的，后学心里很惭愧啊，真的很惭愧，因为后学的条件啊，后学后天的条件，后天任何一个条件都比崇辉来得好。真的，啊，不过就是不发心，真的就是不发心。所以当后学听到崇辉这一种，就是他回答这种话的时候，其实后学心里是就有像针刺了一下这样子。那后学这一种人就是典型的天兵天将，就是要有人叫啊，人家叫了我们就动一下，人家上礼拜，因为上礼拜是好像说这堂课是我们那个学长要承担啊，不过因为课表看错了，所以后学礼拜6才接到后学今天要学习白羊菩萨行，对啊，就是那一种人家叫了你才会去准备，啊，人家不叫好像就也没我们的事，那所以啊，跟崇辉、跟领任啊，跟我们现在的领任比，后学很惭愧啊。那我们各位伙食团的学长们，我们各位伙食团的学长姐们，我们自己想想看，如果啊，我们休办都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了，也很多学长姐都已经亲口如诉了。如果我们真的还处于这个天兵天将的阶段，有也好，没有也好，就是要别人叫我们才会做，这感觉好像不对啊。所以啊，我们应该彼此鼓励啊，我们彼此鼓励，让自己成长更多一点点。那说到这边啊，后学真的不得不再赞叹一下我们的迪三学姐。说真的，后学非常佩服我们迪三学姐哈，因为我们迪三学姐她自从嫁给了崇辉啊，她就一直跟着一群学生住在伙食团里面。那一栋房子哦，他们就只有小小的一间房间哦，真的哦，只有小小的一间房间，然后什么都是跟人家公家的哦，一直到现在，她有2个女儿，还是这个模式。对啊，这个其实对后学是有时候蛮震撼的，因为后学有时候会回过头来想到自己啦，我啊真的没有他们的大爱呀，
因为以后学现阶段这种境界真的没有，而且后学真的超级无敌霹雳的佩服我们第三学姐，她20几岁嫁给崇辉之后，就和一群是一群不认识的男生住在一起，而且大家知道这些大学生这些男生运动完身上很臭，有那个汗臭味，有时候他们那个卫生习惯刚来的时候卫生习惯不好，然后不止这样还得要天天煮饭给他们吃我们想想啦，真的，各位学长姐们，我们想想，这不就是活生生让我们看到的菩萨行吗？是不是？真的，每次讲到他们2个后学，都真的是打从心里由衷的佩服。还有我们的志中处长也是后学常常其实。真的后学也很懈怠，每次要整理佛堂或什么都要志中处长打电话提醒。慧静学姐，这个月换第3组要打扫佛堂后学才会说好，感谢慈悲，不然永远记不得到底什么时候要去整理佛堂。可是我们志中处长他在修办的路上，真的他每一次开班不管是台湾人的班次还是越南道亲的班次，后学总是看着我们的志中处长绕了大台南一圈，然后一位把入班的前贤安全的载到佛堂。那不是只有这样，我们志中处长呢，他是我们的总务组长，他每一次只要开班或者是要打理佛堂，志中处长总是一马当先，他都最早到佛堂，然后最晚离开。那打扫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完美或没有完善，志中处长也总是一个人默默的收。然后每次看到他总是笑眯眯的说感谢慈悲感谢慈悲谢谢这个后学来就可以了，谢谢。后学真的觉得我们志中处长也是后学非常就是放在心里一个非常赞的楷模，因为这种精神就是我们这一些小后学要学习的。那当然我们道场有好多的老菩萨们，他们都是菩萨行最好的代表，对，所以我们看得到，我们就要能够慢慢的学起来。那第三呢就是那个公报佛脚行，平时不烧香，然后遇急难就抱佛脚。这个就像如果前贤要我们入班做志工或承担道务如果跟着去像后学这个人家跟后学讲了，后学还会说好，我们去好。可是当各位前贤一定有这个经验，就是邀他们要入班，邀他们要做志工，要承担道务的时候，总会有一些人跟我们说没关系啦，这个让别人做就好，少了我一个没有关系。我们想想看我们是不是这种人？不会主动就算了，有人邀请我们还推脱。如果这样，真的有一天我们的无常找上我们该怎么办？但是后学却发现了，我们很聪明当无常找上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会怎样？很积极，赶快马上电话拿起来联络前贤，马上回到佛堂，马上恳请点传师，说点是慈悲，因为我们家遇到什么什么什么，可不可以我们来叩慈悲头，然后要怎样？还是像仙佛说，希望仙佛拨转希望仙佛可以让我度过这一次的难关。可是我们想想如果今天我们肚子饿了，手边没有任何的存粮，只跟别人说我饿了，这样就会饱吗？其实不是因为你没有到佛堂，仙佛不保佑你其实仙佛菩萨都是慈悲的，但是我们别忘了我们6万多年来累劫累世有多少的冤亲债主什么时候遇到了？没有人知道仙佛他想帮我们，可是我们无功无德，也怎样，也无能为力所以呢，我们济公老师有说你把上天的事当作自己的事，那你的事就是上天的事。
有没有？你的事就是上天的事。上次那个启慧班崇辉领任有画了一张图，他跟我们讲那个无限生命的历程上啊，无限生命在走的那个历程上，不怕慢，只怕站，更怕向后转。有的人冲得快快的，有的人慢慢走。但是如果不往前走，停顿下来，我们就会犹豫。当我们的念头产生犹豫了，我们就会有危险。因为通常这种无名的犹豫，很容易让我们向后转。那大家也知道，一旦向后转，就是什么？就是4生6道轮回了。这个因果是我们要的吗？应该不是哈。对，那最后啊，后学想要用这一章跟各位前贤做结语，就是在我们行菩萨行的时候，我们要用智慧理事，然后我们要用尊敬相对待，要用慈悲关怀人。因为我们一开始有讲哈，我们要用我们的智慧，我们要用智慧来做事情，才不会在自度度人的时候把事情给搞砸了。也因为我们要用智慧来处理事情，所以呢，我们可以在度人的时候同时自度，这时候我们的智慧就会渐开，我们的烦恼就会慢慢减少，会越来越少。第二，要用尊敬相对待，要用感恩的心看世界。我们道场啊，各行各业的人都有，经济状况好的也有，经济状况不好的也有，可能有一些五官没有那么健全的也有，行动没有不方便的也有。但是别忘了，今天我们做的是菩萨行的工作，我们必须怎样？要尊敬对待。后学啊，后学的妈妈，后学一直很记得哈。后学的妈妈，后学要嫁人的时候，后学的妈妈跟后学讲了一句话。后学的妈妈跟后学说：啊，你嫁去人家吼，就爱尊重人家的是大人。啊，你什么话要讲出来之前吼，爱先伫你的脑子里面思考过，才会当去回答长辈的话。那即使长辈有时候有一些你不认同的要求还是什么，也要怎样？也要尊敬，也要尊敬。那一样啊，我们在修办道这个团队里面啊，有些人可能看起来就感觉没有那么，衣服可能也洗不干净，像崇辉一样，就可能就是看起来没有说，穿西装然后打领带什么的，但是哦，我们一样都要用尊敬的心去对待。讲到这个啊，再给后学一点点时间，后学讲一个小故事，就是上礼拜中秋节啊，后学就帮崇辉去高雄送菜啊。然后大家知道吗？后学第一次帮忙去高雄送菜，然后就送到第2站的时候下去，然后就因为他那个路很窄，然后要回到车上开车的时候，要经过一个那个台车，后学那刚好那边有一个他们的员工，那后学就走旁边，然后就从那个台车走上去，走回来。好，大家知道吗？那个人居然就他蹲着，然后就这样看着后学，然后后学讲惊啥小，然后后学突然吓到了呢，因为后学平常不会遇到这样。然后那天后学听到这句话，也没有回他，也没有回头，但是心里产生了障碍，就不舒服。后来后学一上车，第一件事要知道吗？那无名火一起来，第一件事马上传讯息给他们经理，问他说：为什么今天我出来送菜？即使今天我是一个工人，我出来送菜，我也要得到最基本的尊重，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然后后来后学就传到那个群上去，然后那个经理就跟后学说，从来没有听黄先生提过这个问题。这时候后学心里有一点小惭愧，然后也有一点觉得我们家这个崇辉是到底在怎样，能忍不能忍都忍下来了。后学就回那个经理说，崇辉修养很好，他绝对不会把这种事情告诉别人。但是不管工人也好或什么都好，今天人与人之
之间最基本的尊敬跟尊重是需要的啊。对啊，当下后学的那个